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5篇，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1节到12节，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拯救。上帝应许赐下拯救，以色列人有好几次因为饥荒而去到外国求粮。亚伯拉罕曾经如此，雅各就是那个以色列，他的全家也是因为饥荒而移民到了埃及。也正如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这是上帝的安排。路德的公婆也是因为饥荒就移民到了外邦，然后才会有路德记的故事。绝望无助的人需要盼望，更需要上帝的拯救。被掳的以色列人盼望着上帝的拯救，因此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2节这样的说道：在春季，你们要向上主求雨，上主赐乌云降甘霖给万人，使人人的田地青绿。人民向偶像占卜着求问，所得到的回答是胡言乱语。有些人解梦只是欺哄你们，他们的安慰没有用处，因此人民流离失所，像迷失的羊。他们遭受苦难，因为没有牧羊人引导他们。上主说，我向那些统治我子民的外族人发怒，我要惩罚他们。犹大人民是我的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照顾他们，他们将做我强壮的战马。从他们当中要产生统治者、领袖和指挥官来治理我的子民。犹太人民将像勇士制服仇敌，有如践踏街道上的尘土。因为上主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将永远征战，打垮敌人的骑兵。我要使犹大人民强盛，要使以色列的家得胜。我要怜悯他们，把他们都带回家乡。他们要像未被丢弃一样。我就是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我要垂听他们的祷告。以色列人民要像勇士一样的强壮，他们的心畅快，像喝酒的人一样。他们的子孙将记住这次的胜利，他们将因上主的作为欢欣鼓舞。我要召唤我的子民，聚集他们，我要拯救他们，使他们跟从前一样的众多。虽然我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当中，他们仍然要在遥远的地方纪念我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将得以幸存，一起返回家园。我要从埃及把他们带回来，从亚述领他们回来。我要把他们安置在基列和黎巴嫩，整片土地都住满了人。他们经过苦海的时候，我要击打浪涛，尼罗河将干枯，高傲的亚述要谦卑，强大的埃及要失去力量。我要使我的子民强盛，他们要敬拜我，顺从我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
基督徒的呼召，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更要以使人得益处来彰显我们是爱上帝的。因此，那些引人犯罪的人呢，就不属于救恩的帮手。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比喻非常的明白。他说，害一位最微小的人犯罪呢，就好像是在他的脖子上绑了大石磨，又把他推到深海一样的残忍。因为这样的人不与上帝的救恩同工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，无论谁使信徒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，倒不如用大石磨拴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淹死在深海。这世界竟有使人离弃我的事，多么悲惨啊！这样的事固然会发生，但是那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的。如果你的一只手或是一只脚使你犯罪，把它砍下来扔掉。缺手缺脚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比手脚齐全被扔到永不熄灭的烈火中好多了。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就把它挖出来扔掉。只有一只眼而得永恒的生命，比双眼齐全被扔进地狱的火里好多了。诗篇第5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倾诉，求你倾听我的叹息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喊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祈求，清晨你听见我的声音，太阳一出，我就向你倾诉，静候你的回音。你是不是喜欢邪恶的上帝？你不容许罪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你厌恶狂傲的人，憎恨一切作恶的人，撒谎的你要灭绝，刺血和诡诈的你都厌弃。至于我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可以进入你的殿宇。我恭敬俯伏在你的圣殿中敬拜。上主啊，我周围都是仇敌，求你领我走正路，让我走在你为我安排的坦途。仇敌的话不可信，他们只想摧残，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，舌头圆滑，专讲欺哄的话。上帝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迫害他们的诡计，求你从你面前把他们赶走，因为他们罪恶多端，背叛了你。得到你的庇护的人都要欢呼，他们要不断的欢呼歌唱。你保护爱你的人，他们因你而有喜乐。上主啊，你赐福给正直的人，你的怜悯像盾牌一样保护他们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，都知道上帝在掌权。恳求上帝看顾台湾在面对山陀尔台风滞留台湾的情况，又有可能侵袭整个台湾，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安的度过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